大家好，我係金牌設計師黃生。今日嚟到朗天苑，最主要係同泥水師傅夾返砌沙磚牆嘅位置。喺較早之前，我哋呢個單位已經清拆完成，同埋約咗客人到單位上面隔水電位置。咁砌沙磚牆要留意啲咩地方呢？咁最主要都係砌沙磚牆之前，我哋要將牆身同埋天花油漆嘅地方打花佢。咁砌沙磚嘅時候，更容易令到煙泥更加相食喺牆身同埋天花。咁我哋都會截入一啲鐵枝，插入一啲鐵枝喺牆身同埋天花嘅位置，咁令到成個沙磚牆更加堅固。咁而家就可以睇到泥水師傅正在打花緊個天花同埋牆身啦。